大家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哎，使我一行头一者。好，我来开一个。好，咱头起先来祈祷。听头，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阮伫即个天气的变化中间，得到主你的保守。阮会当搁一摆透过网络来组织，阮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22章第一节到38节这段的经文，也讲求主你甲阮三甲弟弟，用恁圣神的智慧来开启我，互阮会通明白。你所要爱阮了解的即个教示，讲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时间中间会当得到主你的启示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个弟弟，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咱伫过年前有讲到即个圣礼典的问题啦吼。今仔日我大概佮甲即个圣礼典的物件小可佮讲一下吼。当然，伫无共款的宗教的礼仪的中间有无共款的做法甚至是偏偏讲伫长老教会内底也有济济无共款的做法啦吼。咱真济的伫教会礼仪的中间有无共款的即个规范，也是讲比如讲伫美国来讲，因着较自由吼，较自由吼。我本地咧整理一寡过去伫美国的牧会的相片，要互咱看吼。但是好，咱亲像无介好势。我看会当找着几张，互大家小看一下吼，因为我搁咧传啦。好。来，我互咱先看这两张吼。好，安尼咱应该有看到。这是伫美国长老教会我进前所属这个中会伫会议了后守圣餐吼。因通常拢会有两位牧师做伙来主持吼。伫边仔即位就较有咱讲的迄个讲西班牙语的背景的吼。即位是韩国人吼，韩国的女牧师吼，因伫遐来主持。因咧用的遮个器具，甲咱真无共款啦吼。过来咱看注意看这个桌顶的即个伊无用无甲饼吼，因用迄个发夹的棒吼，有小可亲像迄种法国面包迄种嘿吼。伊就安尼你看伊的杯真大杯伫遮吼。伊就是互人领着棒了后，阁有另外一位去用即个杯来服侍，所以用棒着稳伫迄个杯内底然后着两项物件做伙食咧吼。这咱伫台湾较少看见即种的情形。我搁另外一个互咱看吼，遮下骹有棒吼。这真明显的吼，杯真大个伫这个所在所以这甲咱伫了解的圣礼典的方式无啥共款啦吼。我搁看搁有其他的无，我看卖下吼。一张吼，好来然后两位主持的牧师主持就是讲这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逐摆食，着今日来纪念我。佮讲这个杯是我的会所设立的信约了后，伊就分做4组吼。这讲台伫这个所在，
这边2组啊有长老有牧师做伙，另外这边这嘛2组安尼，啊所有参加聚会的人就排队来头前安尼来领受安尼所以甲咱普通时咧了解无啥共款这是咱知影是讲伫无共款的教会内底伊的方式无共但是较重要就是讲正着安尼是要来领受主耶稣迄个恩典，伫咱咧讲最后晚餐伊所设立的耶稣伊伫迄个甲伊的学生做伙来守这个最后晚餐，咱讲圣礼典了后伊有讲这个伫伊过来进前，伊就无搁再来啉这个杯啦意思就是讲，毋是咱无搁啉是讲伊已经要离开所以等伊搁活再啉了后，伊才有可能搁甲咱做伙来同齐倒大概是这安尼的意思安尼啦所以最后晚餐伫这所在所设立的意义就真清楚，就是伊将这个身躯甲这个会的恩典来传互学生，然后学生就继续去传，这有迄种传福音分享迄个意义其实我都叫咱看这相片共款，伊就是这领受这个恩典祈祷了后，伊就差派做一组变做4组，然后搁大家来领受我想这就是基督福音真重要的代志啦好咱大概对伫这个咱讲圣餐饼甲杯，这个咱真清楚咱真济教会其实包括咱即马这个守圣餐有省略伫真济教会内底，包括我咧讲这过去伫美国这教会，因每摕一个饼分互兄弟姊妹，拢会讲这是主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会安尼讲然后你去要领受这个葡萄汁还是葡萄酒，拢会讲这个杯是主的血所设立的新约拢会每一届拢会去讲一届安尼就对每拄着每一个人就会去讲一摆安尼好这嘛是咱咧了解伫基督信仰内底对搬过节的最后晚餐，接来到主耶稣的最后晚餐我前有甲咱分享过其实伫咱咧讲的华人的这个过年的这个做法，其实甲搬过节是有足有关联的啦所以咱看迄种大春联啦这甲迄个洋会话门外，其实意思真共款真共款好这就是咱前边咧讲到这个圣餐的部分啦咱过来就是要看到讲，这内底中间有讲到一个要卖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就是犹大伫迄个内底你最近咱的圣歌队录影已经编辑好势迄个10几条歌内底有一首歌就是咱真正伫这个过活节的时阵有唱圣歌队有唱伊的曲名叫做是我嘛当耶稣在讲伫这个甲我坐倒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真趣味的是，所有的学生拢开始问是我吗我下明仔载我会分享读经会讲到这个部分互人感觉真奇怪，就是讲是毋是我咧卖主，我哪会毋知？是安那当耶稣咧讲有人要卖我的时，逐个人拢问讲是我吗？这互咱来思考，就是讲咱敢有真清楚咱家己是啥物人？咱敢有清楚咱所跟对耶稣是啥物人？
明仔载要讲的是彼得的信仰告别啦吼，伊讲你是上帝的囝吼，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咱敢真正真清楚咱所跟随的主是啥物人？吼咱到底是啥物人？要来喊伊，就是拢无了解伊家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伊才会想办法要用人的方法来代替上帝的旨意甲应允。真侪时阵，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嘛是安尼啊，咱会想办法用咱家己的方法甲能力，咱感觉咱会当的吼。当然，咱伫圣经的中间看到讲，耶稣讲这个事已经到啊，所以你应该做的去做安尼吼。有个人曲解这段圣经的意思啦，意思讲，犹太是足重要啦吼，若无伊吼，就无耶稣基督的救恩吼。其实无影啦吼，因为这个洗礼约翰就甲这犹太人讲吼，恁毋通掠做讲恁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吼，上帝让伫石头中间来兴起伊的后裔，所以上帝无需要犹太这个身份，伊的救恩原来会当降临，吼，即毋通为着家己的罪去找理由啦吼。所以伫这中间有足侪角度，其实拢会当来思考吼。倒一个人要做这样代志，其实咱讲，咱只要会当记牢上帝，会当赢过这个试探，就像耶稣咧传福音进前，40天的邀饿禁食然后受到撒旦的试探，伊嘛无去互撒旦来赢去，吼。咱爱真清楚这项代志吼，咱毋通去亲像一寡人误解圣经讲犹太足伟大吼，足为着这个救恩来牺牲吼，其实毋是啦吼。所以伫这经文的中间，咱会当受帮助来思考是讲，咱是毋是伫生活中间会定定对正做一个出卖主的人吼。什么人无拄啊，亲像犹太安尼啦吼，就是讲，当咱的生活若无够有好的见证。其实咱就是咧出卖，人讲哎哟，你基督徒嘛安尼，若安尼的时阵，咱就是已经无做好迄个身份啦吼。好我跳过吼，本来迄是相片吼。好所以咱爱伫真济的生活中间，亲像这个圣礼典的时阵所咧讲的，你逐摆食的时、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礼仪毋是一个宗教必要的过程，礼仪是伫宗教内底提醒咱伫信仰，爱去倒转来伫主的面头前，常常来思考，常常来反省互咱得到帮助吼。所以迄个行为真重要吼，你要安怎来回应主的恩典？所以咱会当伫迄个守圣餐，还是讲最后晚餐的中间，去看到一个团契的生活啦吼。咱讲有一条诗歌，伊的名嘛真简单，叫做传给人吼。伊讲一点星星之火吼，可以使人改变。咱就爱去做迄个传福音去分享的人吼。其实伫圣礼典本身就是安尼吼，就是一种的服侍，一种的分享，伫这中间大家来得到帮助安尼吼。好这是一个团契生活吼。好，24节以后，咱去看到有一段真特别的代志啦吼，就是门徒伫遐彼此咧争论讲，什么人是要做大啦吼。24节开始的经文，伊咧讲。门徒的中间有人去争论，看什么人算上大。耶稣甲因讲，外邦人的君王做主管辖人民，统治者互人称作君主。总是恁毋是安尼，恁中间上大的颠倒爱称做上细，做领袖的着称做迄个服侍的。安尼。
什么人较大是坐伫倒食饭的，还是服侍的？兼毋是坐倒的吗？毋过我伫恁的中间是迄个服侍的。恁遮的人伫我的试炼的中间，一直甲我做伙。我的爸将王的权柄赐予我，我嘛安尼将王位的权柄赏赐予恁，互恁通伫我的国度甲我坐倒啉食，搁坐伫宝座来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族。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所咧讲，对24节到30节这中间，咧讲到最后晚餐，甲主来分享着这个搬过一个恩典，这个圣餐的恩典了后，因随时开始咧争论，什么人是要做大的。好，那参像无偌久进前，有两个兄弟，约翰跟雅各，伊的老母来找耶稣，甲耶稣讲：当你若得到王位的时阵，你爱记哩，阮囝一个人要坐一边安尼吼。咱真侪时阵，咱伫信仰的团体内底，咱咧思考的物件去歪串去，咱是毋是伤过少去思考着呼召，思考着上帝的恩典，然后开始去咧想讲，我着爱有一个位置。所以耶稣嘛甲学生讲，当你若去赴一个宴席，你毋好家己去坐大位吼。这咱伫进前也捌讲过吼。所以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到第4节的中间，耶稣嘛咧讲，当这是门徒入来的时阵，有人带囡仔来啦吼。耶稣甲叫一个囡仔来讲，恁什么人爱若要做大吼，着爱亲像这个囡仔共款啦吼。才会当进入去天国吼，爱家己谦卑，亲像这个囡仔共款。伫天国就是迄个上大的吼，毋是家己去争上大的啦。所以咱知影伫圣经内底，耶稣有几若摆用即种的譬如咧讲吼，咧甲因提醒吼。门徒因无明白即个话，嘛毋敢问，所以因伫了后，搁伫迄个所在。因还搁伫遐来争论吼，因伫遐争论，争论什么人要做大？当然，伫12个中间，因当然有一个人甲耶稣较好，也是讲有个人意见较强。比如讲，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伊常常讲一句话，伊讲主上疼的门徒吼，伊咧讲伊家己啦吼，这个彼得伊是每一届拢是先出意见，好那参像是门徒中间的班长做头安尼吼。有两个兄弟想要爱坐边仔的位顶遮的，那到底咱要伫教会，还是讲伫这信仰团体内底，咱是要爱有甚物款的位置吗？也是讲咱是一个受呼召来服侍主的吼，我想正着这个，互咱会当过来思考的部分啦吼。好要争论什么人是大还是小，这好那参像伫咱的体制内底有长老、有执事、有牧师到底是长老较大，还是执事较大？其实照伫体制来讲，这是一个职务会无共款，工作的内容，还是讲受权的代志是无共款的。伫一个健康的信仰团体内底，是袂当去分大小啦吼。这个伫28号甲英国教会做伙中级的训练的中间我会过去讲到这个部分吼，会甲咱过来三甲分享安尼吼。所以耶稣伫遮讲，恁中间最大着爱亲像是细啦吼，做头的爱亲像迄个做车用的爱会晓洗骹的啦。所以耶稣用洗骹伫最后晚餐的时阵，用洗骹来表明伊教导的中间迄种切恳的意义啦吼。所以耶稣嘛讲伫我咧拄着磨练的中间，你拢甲我三甲伫地。所以伫迄个中间爱去追求啥？追求来赢过这的磨练，毋是要来追求做老大的，
毋是要来享福，还是干那要来享受权利，还是家己的利益安尼尔定吼。所以耶稣伫遮伫真清楚来讲，拄着逐种的磨练，就是要爱互咱愈来愈成熟，伫信仰顶悬愈成熟，伫服侍性命顶悬嘛愈来愈成熟。一般有诶人会甲你讲吼，毋通讲上帝咧甲咱试探啦吼。伊讲有人足坚持讲上帝袂甲咱试探，但是会互咱试炼啦吼。但是伫原文内底，无论是试探还是试炼，拢是共一字啦吼。你要讲用 test 啊好啦吼，啊是讲 exam 嘛会使吼，就是讲甲咱考试安尼啦吼。啊，考试无论甚物款的考试，就是甲咱考试，就是要爱互咱愈来愈亲近上帝，愈来愈甲基督共款安尼吼。嘿，所以咱爱会通来赢过迄个试炼，包括咱心内底嘛来讲，迄个人做较大，我毋不服伊安尼，我来甲伊争做大，这嘛是一个试炼啦吼。伫教会服侍中间，要安怎真常常来思考讲，主教我三甲地地，我所要学习的是啥物货？吼，虽然耶稣基督的学生定定甲伊三甲地地做伙啉，做伙食，做伙去传福音，但是当耶稣真正伫苦难的中间的时阵，其实所有的门徒拢无甲伊三甲地地，这是足可惜的所在啦吼。因伫遐对耶稣3冬的时间，到当时因就开始无真实。就是伫克西玛尼园的祈祷的中间，耶稣甲伊学生讲：恁着爱警醒祈祷，结果因咧拄久。当耶稣受掠的时阵，彼得第一个先否认，其他的人走到无看的人。过来，当耶稣咧行苦路的时阵，伊学生拢无伫身躯边。迄是一个路边的人，生得勇勇啊，去用杀来讲。你退光是日过，因为耶稣光袂行。所以到底咱伫甲主咧同行，是讲咱追求信仰遮尔久的时间，咱到底咧想啥物货？这是非常重要啦吼。所以咱常常甲主同在，甲主做伙，但是咱真正有警醒、有祈祷吗？吼，耶稣讲恁心灵虽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啦吼，中文咱可能较熟啦吼，心灵愿意哈，肉体软弱哈。所以咱甲主同在是要创啥？是要来领受福分尔定，也是要甲主同受苦、同死、佮同过活。这就完全无共款的生命的展现啦吼。所以伫经文的中间，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嘛，伊甲伊讲，伊讲我所亲爱、所少年的兄弟，恁就是我的欢喜，我的冠冕。我亲爱兄弟，恁应该爱靠主来徛伫稳固吼。所以靠主来徛在经历这个试炼，爱靠主才会当赢过吼。第4节甲第6节讲，恁着爱靠主常常喜乐。我佮讲，恁着爱喜乐。着爱叫众人知恁有谦逊的心，主已经近啊，应该无有赶路，只要凡事借着祈祷、祈求、感谢，将恁所要爱甲上帝讲。所以咱就是爱会晓甲主有真好的结连，继续甲伊做伙。不论是甚物款的境遇，特别是伫迄个咱讲面对苦难的内底，毋是伫教会内底咧三钱啦吼。有的时阵咧讲算笑啦，讲咱吼基督徒有的人吼，生活无见证，所以讲台仔顶拢讲三疼，台仔骹拢咧三病吼。耶稣的学生伫即段内底所表现出来，基本上就是安尼啦吼。表面上因是对耶稣在学习，但是却伫私底下伫遐咧争讲什么人是大的吼。到底大的较好，还是做事较好啦吼？耶稣咧提醒的是讲，着爱谦卑、服侍，为着人洗骹的人吼。伊讲因为安尼，所以主耶稣就甲迄个国、迄个天国赏赐恁吼。
毋是要坐正边，也毋是要坐倒边，是要来享受上帝互咱准备迄个天国，迄个国度啦吼，嘿。所以耶稣讲真清楚啊，你坐我的桌，啉者嘛伫我的桌，吼，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讲，咱既然有得到甲伊同死佮同过我的活命，佮有啥物款的需要爱去争呢？其实都无啊啦，吼，嘿。但基督徒的终极的目标，就是会当伫最后迄一天，互主甲咱讲，你是好佮尽忠的仆人，吼，所以。毋通亲像迄个法利赛人耶稣咧讲啊，你伫咧做好代志诶施舍诶时阵，伫遐咧分家规啊，叫人来听，叫人来看安尼吼应该是爱真谦卑，因为这是咱诶责任，所以咱着爱去做所有做拢是为着主做，毋是为着咱家己来做。那迄真大位，个甲上帝国无关啊。好，那亲像你家己去分鼓吹去叫人来看你的好行为，耶稣讲你已经得到你应该有的赏天国你就无份啊，安尼吼。所以你讲耶稣讲着讲将来吼要甲伊做伙伫国度内底来做审判吼。这有重要无？这足重要诶吼，这足重要，毋是咱去求来。是主互咱的恩典啦吼，这是非常重要一个概念。为什么非常重要？咱会记倒转去伫创世纪亚当夏娃的犯罪，甲这个足有关系啦，足有关系。其实因毋是咧追求智慧，因要追求的是迄个审判权，会当判断是甲非。是非的这个能力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物件伫人的通追求的范围内底是上大的啦所以耶稣基督讲呐，当咱愿意谦卑服侍，过来顺探伊的旨意，将来会通甲伊伫主的国度内底做伙来审判。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甲赏赐，但是咱会记，这毋是咱去求来咱是被动的咱被动的，敢若亲像讲称义啦、加成啦，拢是被动的圣经也甲咱做足侪提醒啦伊讲恁毋通论断人嘛，就袂去用论断恁莫去定人的罪，就袂去互定罪。恁当饶赦人，就会当得到饶赦。这是伫主祷文内底所咧讲的恁当爱互人，就一定有互恁的所以耶稣伫马太福音6章就讲真清楚，恁得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恁所需要一切就要赏赐互恁争做大足人拢是爱争啦拢足爱争但是我感觉讲争做大嘛袂歹啦但是咱也知影讲做大有做大的责任伫的真侪人是争做大，但是却是忽略迄种应该爱有的责任所以只有追求权力，没有去付出行动去担责任，这毋是一个好的行为啦所以毋通争做大啦耶稣甲咱讲咱着爱做细做服侍的着爱会当担起责任的人啦所以爱定定伫主的试炼的中间毋是讲咱着爱去替耶稣担迄个试炼，毋是咱爱去经历着迄个试炼，然后伫主的内底，咱会当靠着伊来赢过来赢过咱的性命毋是拢一直是真顺利的。基督徒的性命是咧追求这个，咱伫咧风影的中间，伫死荫的山谷中间有主通好安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啦所以咱追求信仰袂通亲像门徒共款，敢若想讲要来分管上帝国的财宝，还是讲上帝国的权柄。咱是爱追求伫咱的试炼的中间，甲主做伙来经历着上帝特别的恩典安尼
好，啊31节到34节咧讲到彼得3摆无认主啦，吼。彼得3摆无认主，这是真有足深的意义伫咧啦，吼。啊，咱知影当彼得咧讲到耶稣咧甲讲，你要3摆无认我，进前伊讲一句话吼，即句话互耶稣甲伊讲啊，西门啊，西门啊，你吼会甲伊来伫即个拄着代志诶时阵会来否认啦吼。啊，当然耶稣甲伊讲伊要去倒位啊，吼啊门徒着毋知影啊，亲像即个伫圣经诶记载，多马都讲啊，讲你要去诶所在倒位，阮都毋知影吼。啊，主讲知影，我就是迄个道路吼，这是伫约翰福音的记载啦吼。啊，彼得共款啊，伊就个迄个个性啊，先徛出来讲啊，讲吼，无论你去倒位吼，我一定对你较底啦，安怎吼啊？咱讲吼，啊，就干那迄支喙尔咧吼。啊，耶稣就甲讲你有3摆吼，伫假体进前有3摆毋认我吼。搁一届甲咱讲啊，这是希伯来文化中间3有无共款的意思吼。3会当讲是即两3就是3摆的3，这伫文字顶悬真确定的。但是3对伫希伯来文化内底嘛会当讲是多数，真济摆啦吼，真济摆。3嘛真重要，三一上帝。伫旧约诶希伯来文咧讲着上帝 Elohim， 伊就是一个3诶复数吼。当上帝诶使者去找亚伯兰诶时阵，所咧讲诶迄个使者是3个人，吼，这有真深诶迄种意义内底啦，吼。啊，即个3伫耶稣有言彼得要否认伊毋认主诶即个以后。当耶稣搁显现的时阵，就来问彼得讲：彼得啊，你有爱我无？拢总嘛3摆吼。啊，伫即个内底有真深的意义啦，吼，来讲吼。啊，3另外有一个更较重要的意义，就是咱即马过来，咱已经伫即个大灾节期内底，啊，过来最后。伫圣周内底会拄着受难日，然后拜六过来第3日，吼，第3日即个耶稣过活就是复活节，吼，今年伫3月31号，好，即内底三日了后过活，倒转去伫迄个约拿书内底，伊去互鱼仔吞伫迄腹肚底3暝3日，然后去互鱼仔搁吐出来，伊搁得到迄个活命。耶稣讲，除了约拿的新者以外，无搁再有新者。咧预表伊要对死搁活的即个恩典吼。所以3伫圣经内底有真深的意义，但是嘛是要提醒啦吼，基督徒吼毋通有迄种。基督化的迷信啦吼，啥物叫做基督化的迷信呢？有人对数字吼足爱追求的。我捌迄个教会长了啦吼，因兜的车吼，车牌后壁拢是7个啦，拢是7个吼。伊感觉讲安尼可能会当较好安尼啦吼。啊，我无安尼认为啦吼。嘿，所以数字毋通成做咱的另外一种的迷信吼。嘿，好。彼得3摆无认主，这互咱一寡思考啦吼，就是讲当咱拄着困难，甚至讲有性命危险的这个时阵，是毋是咱也会亲像彼得共款，去互撒旦赢去？撒旦互咱软弱，所以咱毋敢去承认咱的信仰，吼，毋敢承认咱的信仰啊！伫即个甲人诶志接诶中间吼啊，咱是毋是会通愿意去面对即个艰难吼啊？伫今仔日诶圣经31节，耶稣甲西门彼得讲：西门，撒旦已经对上帝要求，要亲像粪箕安尼甲恁抹吼。不过我有为着你祈祷，互你袂
失去信心啦吼。但是你回头了后，就爱坚固你的兄弟的信心吼。即句话31节、32节，耶稣甲伊讲的意思是讲，伊会失去信心，但是伊爱回头，回头了就爱坚固兄弟的信心。这个讲到《使徒行传》第2章所记载，当圣神降临了后，彼得受到圣神的充满，然后伫迄个所在来讲道。开始坚固兄弟的信心，因着大家拢组织做伙去传福音，然后开始建立出来教会，吼，这是咧有言伫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彼得33伊讲吼，主啊，我已经准备便便吼，要甲你做伙坐监吼，要甲你做伙死吼，啊，这就是咱拄则咧讲伊敢若剩迄支喙安尼啦吼。但是事实上当耶稣真正受了了后，伊就3摆无认主吼。好，耶稣嘛捌甲彼得讲，撒旦提去。明仔载这个读经的分享中间有咧讲到彼得的这个信用告别，这个迄是伫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耶稣问伊讲，人讲我是虾米人？佮甲因问讲，恁讲我是虾米人？所以伫这中间，彼得伫迄个遐来做一个真好的信用告别，讲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但是无偌久了后，伊去讲一句违逆耶稣的话，耶稣就讲撒旦退我后壁去。头前有上帝圣神来甲伊感动，互伊做一个真正确的信用告别，但是伊随时又搁去互撒旦赢去。所以耶稣也讲退我后壁去，退我后壁去的意思是讲，你毋通用你的意思来赢过上帝的意思，爱伫上帝的后壁，爱伫上帝的后壁。撒旦的意思就是去阻挡上帝的意思，迄叫撒旦吼。所以今日的经文伫这所在讲真清楚啦吼。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魔鬼的另外一个名吼。所以撒旦不但是要阻止耶稣基督的死亡，也要阻挡这个福音来传啦吼。我想伫这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记载也共款，你讲牧者要受到攻击，羊群就四散，无法度去再传主的福音。伫这个所在嘛，耶稣嘛讲撒旦嘛要来用粪机来甲因粪，要甲因踢过吼，要甲因踢过。意思是讲，要来甲因试炼安尼啦吼。好，阿摩司书第9章第9节讲，我要出令，将以色列家分散伫列国中间，好那亲像用梯仔来抬这个尺仔，连一粒也无落伫这个地上吼。伫圣经内底，因这个犹太文化，因也定定会去用到这个物件。咱大概嘛会当了解，因为咱过去的农业社会，咱嘛用这种竹边仔的梯仔这个来咧用尺仔啦，也用一寡其他的物件安尼吼。所以伫咱生活的中间，咱需要有主的帮衬，所以耶稣就甲伊讲伊会替伊祈祷啦吼，我会为着你祈祷，互你袂失去信心吼。但是伊嘛确实伫困难来的时阵，伊就3摆无认主吼。咱有一首歌讲，有人咧替你祈祷啦吼。这歌词的中间有咧讲，主将咱的名放伫别人的祈祷的中间。嘛咧讲到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咧为着咱来祈祷吼。所以主是为着咱的烦恼，为着咱祈祷，伊知影咱的软弱，嘛甲咱提起，伊嘛应允咱，伊会甲咱三角地地。咱咧面对的困难，主拢知影，伊嘛会帮助咱吼。所以将来咱无法度赢过的试炼，耶稣基督拢用安尼来坚固咱的信心。所以咱毋通袂记住，当咱咧面对苦难的时阵，
毋是咱孤单，是主已经有咧替咱来担吼，所以毋免烦恼啦吼，伫这个部分啦吼。好，拄则已经读互咱听，就是讲当33节。32节的所在，耶稣甲这个彼得讲，当你若回头的时阵，就爱坚固你兄弟的信心吼。当咱回头的时阵，当咱已经伫这个信心顶悬被建立的时阵，咱嘛爱去坚固咱的兄弟姊妹的信心啦吼。所以这对基督徒来讲，信仰上大的危险就是家己掠做家己是上好的吼。安尼就会变做一个骄傲，袂去看到家己的呼召，甲应该要服侍的代志吼。回头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就是讲爱认罪悔改，然后活头倒转来，这就是咱讲大灾节期对撒灰日开始，咱所一直不断爱需要去思考的。约翰一书嘛，甲咱讲，你毋通讲你家己是无罪，你若讲你家己是无罪，就是欺骗啦吼，就是欺骗吼。嘛是欺骗家己，嘛欺骗别人安尼吼。对圣经的教导来讲，基督徒应该爱常常来反省，来回头啦吼，爱坚固，彼此来坚固，彼此来建立吼。亲像彼得伊所这个告别的，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囝，伫这个基础的顶悬，耶稣基督讲，伊的教会要起坐伫这个顶悬，要赢过所有这个撒旦的权柄，互咱袂去受到试探，就失败安尼吼。所以咱看见讲主耶稣基督所讲的吼，伫马太福音16章所讲的，教会要起坐伫这个石盘顶悬，伫阴间的权柄袂当赢过伊吼。好，所以咱知影彼得到落尾伫使徒行传第2章了后，伊就成做一个坚固兄弟信心的人，嘛伫遐开始来起坐初代教会所以咱看见彼得伊咧讲的话吼，就知影讲伊实在是无真足咧听耶稣基督的话啦吼。因为主已经甲伊讲吼，你会去失落信心，伊会替伊祈祷，伊嘛共款伫遐讲吼，我已经准备便，我一定安怎吼。这对信仰来讲，这是一个提醒啦吼。咱有真侪时阵认为讲，咱会当做啥，但是事实上，咱必须爱来真谦卑来顺服，来顺探主吼。了后圣经就记载伊安怎3摆无认主的这个过程啦吼。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有当耶稣被掠的时阵，有身躯边的人就来看到伊，就甲讲吼，你是毋是咧跟对伊的吼？伊3摆就无来认主，一直到第3摆假提了后，伊才想到主所讲的话啦吼。所以信仰毋是咱家己想安怎吼。亲像亚伯拉罕，上帝应允伊要爱有囝，等25当等无。伊就想讲家己来做代志，所以用想两个方法拢毋是上帝所允准的吼。所以信仰莫家己想，爱敲找主的旨意是啥物货啦吼。今仔日落尾要甲咱讲是得救的条件啦吼，讲这心承认，心相信，嘴承认，就会当得救吼。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吼。好，这就是彼得访人的时阵的这个图片啦吼。好，这前边互咱看过这个圣餐的部分吼。好，有当时咱需要有刀呢吼，做基督徒爱有刀吼。迄个刀当然毋是讲真正，亲像圣经所咧讲来
举刀来攻击别人啦吼。咱爱有用信仰来当做咱的武器吼，来保护咱家己无受到撒旦的攻击吼。当然这段经文有伊的背景伫诶吼，耶稣爱因这个旅行出去的呢，毋免trả钱，也免trả啥物，但是伫这中间咧讲，见着爱准备倒，因为伫迄个耶稣的时代，一直到主后70年，迄个时代其实是真紧张，基督徒受到真济真济的这个压迫甲危险伫咧吼。所以咱如果来真正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其实耶稣基督爱叫因着爱有谨慎啦吼。亲像伊捌甲学生讲，我找恁出去，好哪亲像羊，甲等伫迄个豺狼的中间安尼吼。所以知影讲咱所要拄着的困难伫倒位，知影咱所要面对的代志是虾米货吼。咱毋是要来做武器来战争，所以耶稣伫38节咧甲伊讲两支刀仔就有够吼。你爱会当防你家己莫受到攻击安尼吼。所以耶稣就讲，我进前找恁出去呢，叫恁就袂当trả袂当trả钱，袂当trả茶仔吼，甲鞋嘛拢毋免trả，因为因若有欠啥货，拢有人甲准备吼。耶稣就甲伊问讲恁安尼，恁有欠啥货？伊讲无吼。所以毋过现在耶稣就佮甲因讲，伫36节讲，有钱袋仔着trả咧，有旅行袋仔嘛着trả咧，无倒的就卖家己的外袍去买。我甲恁讲，圣经记载，伊互人算做不法的人，即句要一定伫我的心上来应验吼。真有可能吼，就是当初时伫这个客西马尼园的祈祷的中间，也彼得有去杀人的耳孔，这个代志也互嘛称做耶稣受审判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啦吼。伊伫要列伫这个有罪的人的中间，有罪人的中间是咧讲啥？是咧讲到耶稣基督要互审判，必甲这个有罪的人同等。咱知影伫十字架边两个是强盗，当初时呢会顶伫十字架顶悬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强盗，另外一种人就是政治犯吼。所以伊虽然是无罪之身，但是伊要甲这个有罪的人同等共款顶伫迄个所在啦吼。这个刀是毋是其中一个真重要元素咱大概会通对文字顶悬来看见啦吼。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讲，恁去，我要找恁出去，亲像羊入豺狼吼。拄则我有读着，伊讲叫因免trả钱，毋免搭茶仔，嘛毋免trả鞋。伫路上毋通问人的安吼。所以咱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当时爱注意吼。耶稣毋是叫因莫问人的安，但就是讲，当因伫这个情形的内底时阵，有当时你甲人请安，颠倒会带来家己的危险。但是事实上，耶稣找因出去传福音的时阵，是咧甲因讲，恁着爱甲人请安，伊若无要接受这个平安，就归伫你这才是真正一传福音的态度啦吼。但是呢，当因进入伫这个豺狼的中间的时阵，耶稣就甲因讲，恁着莫甲人请安，这是为着因的安全吼，的思想吼，的思考。好路加福音10章第6节到11节讲，遐若有应该得平安的人物吼，这就是进前伊带因出去传福音的时阵所讲的话啦吼。伊若无接受这平安，就归伫恁吼。所以这是伫上落尾对到38节进前吼这个耶稣所甲因交代吼。当然伊甲因问讲，进前伊带因出去的时阵，因啥拢无trả，因无欠过，但是伫这个时阵就开始需要trả，因为迄个是
咱讲伊诶背景是已经有变化，已经有无共款啦吼。所以若是今仔日伫迄个条件无共款的时阵，伊爱有无共款的做法吼。最近有甲一寡朋友咧讲着伫美国台湾人的教会的情形啊，一寡牧师同工也咧彼此分享，嘛咧讲着，搁一个讲着即个伫加州俄湾的长老教会啊，当初时有一个对拉斯维加斯去的人啊，去伫迄个所在啊，甲门拢总用迄种瞬间照念起来了，准备要开镜吼。啊，如像迄个情形的下面，如果张宣誓牧师无举迄椅仔爱甲伊讲掉，无有安尼保护的一个反应的时阵，有可能也是迄个医生去甲伊请冻掉，爱牺牲伊的性命。安尼有可能当初时死伤的人会更较济吼。所以伫迄个无共款的时间、空间的背景的内面，耶稣咧甲伊学生教导，因着爱安怎去面对，吼，爱安怎去面对啊？所以伫这的经文的教示的内面啊，咱毋通是干那去看着迄个字面吼。有的人咧讲啊，你看迄耶稣咧教示吼，颠倒倒吼，当时啊讲你袂当安怎，即马去讲会使安怎吼？咱爱去知影伊迄个时间、空间的背景，咱咧讲的叫做 context 吼，伊迄个实际的情形到底是安怎吼？咱才会当知影，这事实上所咧讲的代志是安怎呢吼？好，安尼大家今仔讲到这38节。以前就拢真清楚讲完啊，后礼拜咱就对39节甲22章来分享完安尼。好，到这有啥物问题要问无？牧师，我请教一个问题。是。牧师，迄个头拄讲到审判遐吼，我有看到迄个文字，伊有写讲饶舌的原文或者头发。对。对，这敢有原文还是英文？会使互阮参考者。你讲的问题是，你去讲一摆好无？头拄伫咧迄个讲到审判迄张PowerPoint内底。嘿。要写着讲饶舌的原文或者头发。好，来，你稍等。写说描述原文做示范。你等我。我想要请教讲，这有原文还是英语的原文，会使互阮参考？好，你是伫倒一章倒一节的所在？好，来，等一下哦，给我一点点时间。我看者哈。我找一下哈，稍等我。28到30节遐。28到30，这是争论谁为大。OK。过来想，迄个后壁还有一个审判。审判最后那倒数第3行，饶恕原文做释放。好，
好，等一下哈，先找一下。后来我分享一个希腊文的原文，互恁看一下哈。我用一个希腊文圣经给你们看一下哈。好，我先倒转来看哈。这是伫马太福音第6章12节哈，嘿的经文啦哈。这是咧讲到主祷文。下面阮的辜负，亲像阮也下面辜负阮的人，这 forgive 这有看到哈 ？forgive 这个饶赦这个哈。好，入来哈，你看伊英文的解说哈，释放了哈，这是 release，forgive 哈。伫原文的伫共这个字内底，伊有安尼的意思伫内底，哈。安尼有清楚无？有，多谢。嘿，对。所以伫咱咧分享饶赦的功课的时阵，咱真侪时阵会去甲兄弟姊妹讲一个，因为通常吼，咱咧讲到饶赦，足侪人讲吼，哪有可能啦？伊对我遮歹吼，我哪有可能饶赦伊啊？哪遮简单安尼啦吼？但是另外一个对心理辅导的角度来讲，饶恕一方面是在释放自己，释放别人，也释放自己的心灵啦。是对这个原文的字出来的一个了解安尼啦，嘿，安尼毋知会使无？有，感谢。OK， 好，还有无？牧师，迄个彼得3摆无听耶稣，是毋是甲伊想讲耶稣已经落难了，伊无法度诚做政治的领袖，所以有一点信心的软弱，感觉伊要忙一官半职嘛无去啊。这是已经更较深入的解说啦吼。不过阮通常咧解说伊，就是讲伊基本上伊是惊着啦，就是讲。伊所军队的耶稣，因嘛真期待讲，伊会当带领因，会当互以色列人有一个新的愿望。但是无拍算，耶稣竟然是去互掠去。因为耶稣其实有讲几若摆，讲伊要受苦3日了后会搁活，但是因拢无听入去内底。亲像耶稣伫遐咧讲到这项代志的时候，伊原搁伫遐咧讲，无问题啊，我上刀山下油锅，我一定陪你啊吼，陪你到底吼。所以基本上因拢无真心斟酌咧听耶稣的教导甲提醒啦吼。所以耶稣伊嘛一直咧甲因讲，伊来毋是要来追求地面上的这个国。所以这个期待的错误，本来因所军队这个先生是因感觉讲是弥赛亚，你知影？伊讲你是基督，这个基督 Christos， 就是上帝的囝，是弥赛亚，是一个伊真大的愿望伫遐，但是却是去互祭司带领着这个咱讲圣殿的军人
来甲伊掠去。我想我无认为讲伊一时会想遐济啦吼。真简单，就是讲伊若去承认伊甲耶稣是共阵的，伊就是会去用掠去啊。吼，真简单来讲，伊真有可能共款会受掠啊，会去诚做一个咱讲阶下囚安尼啦。好，谢谢，谢谢。好，那都无阁有问题，咱就要来这结束。咱方便请建伟执事传咱祈祷吗？可能无听到。好，无恁顶顶麻烦你传祈祷来结束。好，咱来三个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你让阮有机会伫遮三个学生，特别通过路加福音，阮更较清楚当时彼得伊的心境，到耶稣基督对遮学生的期待。主啊，求你继续来引导阮，阮真知阮跟地你，阮真正着爱谦卑的心伫你面前，为了这些人的需要来看出阮的责任，阮所行所做，拢会当得到主的欢喜。阮即句要暂时做一个结束，求你也继续带领阮过来的路站，特别明仔是圣日顶，还是明仔是好会。阮也会当共同关心教会未来的发展，甲阮来做一寡检讨，来当听一寡的报告，会当知阮过来着安怎做，才会当互你的圣话伫这所在继续来做光做盐。阮即句散会进前，把阮的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